沙烫掉。谁沙烫掉？沙烫掉。啊，等下，你真正会烫？哎，别，你前后。你前摆烫啦，我今仔知影主题啦。哎，主题是你上色的啊。你穿乌的，搁摕乌的，今仔要做乌的。做乌的，去烫。今仔日要去探乌金。探乌金？嘿，啊，去倒位咧？你识的？我识的。嘿。敢袂是迄个所在？哎，今仔日要去倒位探乌金咧？咱要去。这倒位？哦，高档啊！高档啊！等下，这我识啦。这你识？这是啥物所在？这就高档啊！高档啊，啥物所在嘛？要去迄乌土团的所在啊！乌土团的所在，迄是文殊馆，是不是？文殊馆啦，文殊馆，哎，大家即马去高档啊的时阵，拢感觉空气真好。但是古早时阵呢，迄个所在就是空气可能有一点仔乌索索。对。因为烧炭，烧炭品质上好的土炭，就伫高档啊。对，伫高档啊，无毋对。对啊。即马拢鸟啊。拢鸟啊。即马鸟。环境真好。鸟足多。是哦。啊，今仔日的导览先生嘛是你的好朋友。哎，算好朋友啊啦。嘿啦，我最尊敬的一个长辈。是。但是吼，我的好朋友庆庆哦，还有另外好朋友啊。两个好朋友。这个好朋友。欢迎哦。哎，你好啊，欣妮，你好。你想啊？好，先你那个无路标啦，第三集就开嘛。小花艺。你好不错吧？竟然无路标啦。好了，今日主题是要做乌的，你做现场看乌。哎，做乌哟，我是抢唔到咧。人拢嘛是安排咧。对啊，是拢无人来哦。系啦，好啦，较正经咧。差会啦。高档啊啦，高档啊，你想嘛？你到附近啦。我话你讲，阮兜开车去高档啊，15分钟就到呀。因为这个高档啊出事的。你看高咧，高档啊，高档啊是有鸟。哦，对啊。啊，不过高档啊这个所在对我来讲，我的印象有两个。第一呢，我感觉伊做成日本的庄卡，真水啊，真清幽，空气嘛真好。哦，第二个呢，互我印象上较深刻是我有一个亲友，哦，这个亲友哦，伊甲104岁才去做先。哦，空气。伊就是做食甲真老，食104岁，甚至伊要甲100岁还搁咧做田哦。哎呦，就是讲，迄个所在，我感觉讲吼，大家身体真好，哦，甲8、90岁，大家嘛是拢安尼好，安尼勇行行，所以这是高档啊，对我来讲的印象。空气好啦。啊，你咧？我是较早经过的时阵，拢感觉讲遐拢是一寡迄个炭工，啊炭工感觉乌烧烧啊，就食来的头路。啊，不过了慢慢发觉讲，足侪资源拢是为土炭来的，所以看见就开始会尊敬啦。哎，爱尊敬，真正爱尊敬。你若行伫咧高档啊，迄路诶，你听甲一寡较有岁老岁仔开讲啊，伊拢会甲你讲一几句啊，迄四句咧。啊，我感觉讲今仔日有导览先生来，嘛使甲伊请教者。哦。哎，有讲吼，迄个囡仔我甲伊讲吼，9分仔的风，高档仔的雨，3条岭的路，10分了的查囡仔。看到都爱较细腻的，啊，正3分啦，爱注意哦！我甲你讲啦，今仔导览先生来哦，免甲请教啦，你无就插话啦。真的，我都关心。今仔日的导览先生拄仔有讲是你的老朋友、好朋友。伊本身就是矿工，炭工，那是会使讲炭工，乌土炭，差不多32档的时阵。哎呦，32年，差不多我年岁呢，差不多，你厝啦，你会，你会不是你厝？啊，伊即卖转兼做摄影师，帮人客来翕相啊，用家己的老人年金，伊朋友的老人年金，大家用做伙去成立一个土炭文史馆、矿工文书馆，互大家来参观，听伊的故事。今仔日就荣幸的邀请伊过来海导览先生，欢迎控钢摄影师周朝南南哥。谢谢。敬你哦。
老兄弟，老兄弟，这真正是啊，来，南哥你徛这哦，南哥今仔日过来啊，有欢喜无？有，真欢喜，看到这大兄弟足欢喜的。是，你说我走音啊，我走音啊，你有兄弟比，阮查甫查某年况讲嘛有啊，我嘛是讲当做兄弟啊。我怎么个知呢？提起者啊，我人叫兄弟啊，嘿。哦，咱有口号要喊一个哦。好，人讲爱拼才会赢。啊，要拼死一个，唔拼死一家，你想看卖无？爱拼免拼，拼！爱拼！好，爱拼才会赢。请坐。南哥吼，诶，爸爸妈妈嘛是乌涂炭，对，啊，甲伊嘛是乌涂炭，乌一世人，甲退休啊，即摆搁咧讲即个炭工的故事，传承。伊一世人敢若做一件代志，做炭工，就是做炭工，甲即摆，你迄文书馆哦，是伊家己迄老男年金哦，老男年金。啊，甲一寡伊的好朋友做伙，啊，甲管出来，啊，用一个文书馆。一个月有偌济钱？老人年金3500块，一个人足济，一两3500块。啊，恁有几个人？哦，我有10外地退可能兄弟拢斗出钱。哈？伊不但出老人年金哦，佮出工来做志工。真诶。啊，无伫文书馆是要做，毋是我家己，我无外交，是阮的兄弟搞的。因做伙甲做起来，对，伊内底的物件差不多几千万项的啦，顶袂完。你过去几摆？我去1摆。我歹势，这袂出来你住内底咧，这问题，你感觉你感我即摆才知嘛。你讲开车过10分钟，10分钟你有去过啊，哦？我当初唔知伊就无路标啊。我甲你讲，你去1摆，你一世人拢会记住。嘿，我真正去迄个文书馆吼，听南哥讲，伊第一个故事，迄目屎就安尼用转来转出来。伊甲我讲的第一个故事是讲，迄个时阵伊咧学的时阵，啊，规个迄涂炭就安尼砰一个，伊本来搁咧淡仔像咱咧讲话有无？啊，讲到做砰嘞，伊迄个灯啊灯大做安尼做拢走出来。伊迄个好兄弟，啊，最后伊就登去啊，就走去啊。伊已经走去啊嘛，啊，一般就是讲你爱摕迄担架床，啊，甲扛出去，啊，刁男兄伊袂，伊讲你若担架床甲扛出去，伊的灵魂是留咧内底。安尼咩啊？你就是爱做兄弟，你爱安尼亲身甲抱，爱甲捧出去，爱甲抱出去，啊，叫伊登去啊。嘿，伊的灵魂才有法度出迄个炭坑。是安尼。好，这个我感觉你今仔日要坐遐。你是伊的小队员，我做你上了解伊，你上了解伊呢？因为迄内底太侪故事，真的。真正的故事毋是编的啦，真的，而且伊的妈妈嘛是，甲生因弟弟的迄工，抑搁伫咧内底学，乌涂炭，对无？学到一车讲啊，今仔日阮兜的3顿有啊，安尼无我会使来生囝。啊，等于啊家己伫咧变数啊生囝呢。家己生啊？无接生婆啦，拢家己接的啦。较早矿工生囝拢家己接的。无法度外头咯。要倒找？无得找头路啊！阮遐个人炭工啊赚，炭工啊食。你若无做炭工，爱做去食，只好做炭工。靠山食山，靠海食海嘛。啊，你即马是摄影师哦？我无摄影师啦，我业余的。哦，帮相翕相。帮阮矿工朋友啊，帮游客啊，拢会加减翕啦。好玩而已啦。不是摄影师啦，没有那么伟大。有啦，伊咧传承这个故事，对啊，炭坑内底的故事，足精彩。啊，我甲你讲，南哥吼，伊总共会来讲12集，故事太侪啦。啊，今仔第一集开始啊！有请南哥。
我是来自随访的高东的矿工周兆南，我一世人拢咧做炭工。啊，你唔通讲迄炭工挖起土炭真无路用哦。这土炭是咱台湾的黄金，早期台湾的国防、经济、交通、民生拢是靠这土炭。啊，这土炭在维持咱台湾的经济发展，所以阮是迄个年代富国神山矿工。对，我煞就甲你介绍，吼。啊，鸟啊！哎，两个高东啊，你会想到啥？鸟有够济啊！啊，为什么会鸟？破矿到民国79年收起了后，一个老人就无代志做，少年去外口趁食，老人都在高东啊无代志饲鸟，啊饲鸟就变成无成功，无形中变成一个猫村。猫村是对活动的是一个美丽的误会的。其实高东啊是矿业文化为重镇，哪有一个鸟的吼？应该是高东啊是矿业文化才对了吼。那活动的矿业文化，高东矿业文化是非常的丰富哦，非常有名的。高东啊的炭矿是台湾第一大的炭矿。那伊有非常丰富的迄文化古迹，像咱看的这板桥是民国9年做的印梅桥。高年，民国9年。大正9年，拢百几岁啊对。啊，这高东啊，佫有一班这个电梯是民国11年，大正11年做的台湾的头一部的电货梯。啊，佫较有台湾头一部矿场内底污水处理池。高东啊，真济拢是矿场文化是台湾第一的，因为伊是台湾第一大的炭矿。看了以外，上重要爱来会记来看阮的活动矿业文史。那是土地公。做炭工，为什么要去土地公？咱做炭工上重的尊重的神就土地公，伊无咧敬王爷公妈祖是有咧敬，但是上敬就土地公。为什么土地公？阮做炭工的赚的是土地公钱。为什么做土地公钱？土地公是管土地、管土家道的，咱挖的土炭是在土家道的，所以阮早时啊，若甲即个土地公吼，拢会爱甲伊对土地公非常的尊重，啊，非常的尊重吼。啊，这土地公足奇怪，台湾几落千座的土地公都无一组叫做假名的土地公，这组是台湾唯一的假名土地公。什么意思？假名假的土地公呀，做炭工真危险哦，入坑挖土炭性命剩一半尔，啊，剩一半性命。真危险嘛，所以伊的精神寄托就寄名在土地公遮。早时啊来到遮，无我留者，甲土地公行一礼，土地公伯，我要趁你的钱，啊你来保庇我平安。好，啊我迅速甲名寄喺你土地公庙，你爱甲土地公伯，你爱甲名甲保管。啊我下晡若做转来，啊我才甲你行一礼，甲你谢谢，这名你才行我才早转来。所以这个土地公非常的灵感哦。阮高东啊，这个炭矿吼，伊甲保庇甲。是台湾390几个炭矿上安全的一个炭矿，所以久而久之，这个土地公甲即句抑搁咧深山哪来，甲即句每年拢有人咧拜拜，整理甲非常好，所以这土地公一定爱讲啊。这土地公煞落，这介绍这个高东啊，这个瑞山本矿，瑞山本矿这个是台湾省的第一炭矿。你莫看一个空仔囝了，这个空仔囝内底，伊每工都有1000外个在内底工作。你看这空仔囝内底1000外个，伊内底像芳寿安尼，哦。日去6、7条车坑，每条车坑佫有卡达，正手边的卡达，倒手的卡达，啊，每一个卡达拢有几落10个在做事，所以这是非常一个敢若一个芳寿内底有几落千人在工作吼。这个炭坑吼，你若去找调南兄，你会使带你入去，你去看迄个炭坑。啊，这个炭坑已经民国79年收起，已经收起30多年啊，已经荒废掉了。啊，我在做这文史馆中间，想讲啊，大家人去阮遐看吼，啊无这空来体验一下吼，会有一种遗憾。对。所以阮这老矿的朋友，阮来痛苦恁兄弟吼，啊一人3500，搁摕一摆啊啦，搁摕出来啊，啊，就阮家己精修的哦，阮老矿家己去精修，精修个真干净，啊土骹铺甲真清臭，啊修理几10公尺啊，互咱有所谓游客入去。看阮文史馆以外，佮体验一矿坑的味道，那很有 feel 的。啊，浩子哥，你入去了后是啥物感觉？迄个气味、温度，啥物？你内底足凉的，足凉的，而且你入去，你第一个动作是啥物？你知道？穿衫？唔是穿衫，开电火，啉水。啥啦？啉水，伊个水啊，一直滴落，迄是上好的水。台湾上好的矿泉水伫遐。哦，所以迄会使伫遮啉。诶。啊，毋过阮较早看电视，迄矿工拢安尼穿还穿背心啊，啊足热的啊，所以伊内底毋是足热的嘛。阮伫做事遐无伫矿泉水啦，是这口啊才有啦。还是迄个空的口，嘿，啊你若搁入去的时候，它就足热，啊这是迄个口的尔。
咱头拄看是在遮尔，伫遐尔，啊，再入去骨落深光笑了，再开始拍车起来，啊，车起就有骹踏，一骹踏，啊，每个骹踏再个开落去，再乌炭喙，啊，再人再骨炭的，啊，这骨炭的刹车、加车、底车做乌龟尾，所以这个。你头看迄个坑道尔，是一个坑道内底做几落千外人伫个啊。迄个本矿，迄个坑口内底有这个轨道吼，有这铁路的轨道加起，阮挖过是300公里，在遮到台南嘛，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，所以是值得大家去活动参观一下，去了解一下。台南嘛，总共加起是300公里，跑在遮到台南去。迄个工程看偌大。恁连食中昼嘛，爱伫内底食，我看顶边写午餐时间。阮不管做事嘛在遮做，食饭嘛在遮，休困嘛在遮，放屎尿嘛在遐。哎呀！所以矿工没有卫生可言呐，啊无饭前洗手，饭后漱口拢免呐，啊食饭配土炭。啊，阮唔是讲配土炭，阮是配话啦。没有啦，配芝麻啦。土炭又油唔是个芝麻，啊土炭咱若要食饭，土炭头壳压落去，土炭就大概饭便当啊，小分一个，分一个，剩的就食落去。香叫甲芝麻同款的，嘛是袂歹啦。嘛是爱甲吞落。吞啊，无吞巴肚枵到要死你倒做事，所以习惯就好啊。阮那个啊，问题是恁咧做事啊，迄饭是要安怎都要有通啊炸入去啊，炸是要买一个先煞大入去，随身携带。啊不，等下会当食的时，某一个拢练臭生啊，拢翕伫内底。因为内底常温调39到40度。啊，你若吹哦小是袂臭酸，啊你放喺常温内底，要甲要食饭拢有一开啦，无讲真臭酸，就是臭酸味，但是嘛袂歹，加一味啊，嘛是袂歹，习惯了啦，习惯就好啊。身体嘛是这勇健，你看这健康，习惯就好啊，习惯就好。我今年80几岁嘛是还佫习惯就好啊吼。那佫刷落带来介绍咱的复兴矿吼，另外一矿就土地公减名土地公，佫一个就这复兴矿。这复兴矿也是搞到真大的炭矿，即摆保留非常完整的迄个动线，是真正好的一个所在吼。啊，炭矿做起了后，政府规定若无爱做了，到民国79年时一定爱收起、爱封起。为什么爱封起？若无封起吼，恁对遐过一定讲，无这坑真水，无咱就去探险一下。啊，万一你若跋倒，还是无整理，你若跋倒，谁要负责任？所以政府规定炭矿收起一定要封起。啊，封起，为什么无代无志爱去留一坑起？要看嘛，想来留迄坑，通风哦，通风，好像通风，内底炭吗？敢是内底就无人，无什么物啊，拢免通风啊啦，也不需要通风，给我们在里面牺牲的同伴们有一条回家的路。阮的兄弟。你唔好想哦，阮较早有一个头家，我爱上前甲封起，等于开始破病，食药啊无效，注射嘛无效。咱人若破病治袂好，是要安怎？问神明。系啊。神明甲讲，啊你甲恁人等于要的路，你甲封起，若无找你，无要找啥？伊讲哦对吼，赶紧去挖开，1个月了免食药啊，免看病，好去啊。哎呀。你相信吗？这一定要相信吼，这非常一定要相信，做炭矿一定要相信这物啊，所以这。一定爱做，啊！这土头早做炭矿遮尔危险，啊！这那安尼，就无穿衫无穿裤。阮做炭矿的人讲爱，炭矿咱兄弟就对遮来，因为坑内温度是39至40度，非常的热。你做事吼，我穿衫伫个，你想要土炭覆盖留喺遮，啊！你一定浑身不舒服啊，所以规气拢痛苦咱的，痛苦的这做，这是头拄掘炭掘好底开始下车的炭面。但是重点就是这个人敢是你？阮朋友。啊，你家己嘛有啊，你唔知你家己诶。我会歹摕摕来，啊，我青春肉你袂使来阮遐看我，来阮文字馆我摕互你看，摆做遮。我都看过你的卡通，你咧讲诶。你认出来，你有意思呢？啊，无这吼，在电视面头前遐这样咧看，歹势啦。你嘛是通过来的好朋友。阮咧做事，这是塞车遐大坑哦，像阮做事土炭遐细坑仔囝尔。30公分到60公分，阮这师傅拢爱倒风个遮骨哦，啊，拄啊喷出来土炭，你看甲规身躯喷到乌糟糟，非常乌嘛是，所以说，阮做炭工是无一根身躯是白啦，那出坑的时阵是目睭甲喙会白，喙齿白，出来拢乌糟糟。老师啊，这土炭毋是就来的，你若是无穿衫，对，像这张，这就是遮热无穿衫无穿裤褂在滚，啊，伊个身躯一定爱。会去抹着土炭，抹到转去吼，像阮这肩胛啦、骹酸拢爱去抹皮身，搁才困下去。无烧烫烫啊，会翻动啊，
所以这工作环境是做炭坑是一把辛酸一把泪啦。其实这款代志一定爱讲哦，咱台湾的所有民众知影讲，早期台湾土炭矿工就是这么辛苦，为台湾拼出经济，台湾的经济能稳定成长，台湾经济能起飞，不就是这些矿工用他们生命跟鲜血去打造出来的台湾的经济起飞吗？所以这个故事不能被遗忘掉的哈。我看到一张相片，就感觉哦腰就酸的。伊爱伫安尼哭在遐。有伫遐。啊，佫有啊，连那个地方有倒着的。倒嘞。哎，我要倒喺30公分的所在伫乌土炭的。啊，讲者，你嫌嫌你拢坐去趁钱的，啊，阮是倒去趁，就比恁较舒服。我徛的，我徛。啊，你会嫌嫌袂？刚工课几啊点钟？几点钟？8点钟。8点哦。真正会目屎流呢。哎，想到是这段是我们矿工的辛酸史啊。是。我较早捌来，啊，我特别甲你介绍一个。伊想要讲一下伊较早的故事。哎，你讲。我讲。啊，无你讲咧讲啦。你讲啊。你当咧讲啦，来啦。莫靠，咱坚强，你讲。你就因为我无去你的博物馆，你就无让我讲话。我早就甲你讲，你要插的真难。哎，我硬插，我插到这真难的啦。你讲无我讲话，你这单位买我钱，我咩？来，你较早啦，你爱靠钱啊你。我艰苦甲袂记你，我要问啥？收点。听阮爸爸你讲，伊讲吼，因为做炭坑的人啊吼，大部分拢是厝内底经济支柱，吼。伊讲有可能你今日看爸爸出门。迄就是你上尾一届伊见，有的人就从此以后就无搁转来啊。对，所以毋知我入坑乌土炭性命剩一半尔。系啊，搁有你头前讲的啊，是无拼死全家，要拼死一个。要拼入去死我一个，啊我若毋入去拼咧，啊阮某囝枵死，规家伙死了了。无人趁钱。对。所以我拄仔看规个即个导览的过程啊，我看到像因安尼驱离遐，伊讲会去挂着，会安怎样啊？会受伤，会发炎。我看这个代志等于是做炭坑内底上轻松的一件代志啊，就算讲伊遍体鳞伤也好，总比无命转来吧。对，受伤是家常便饭啦，无迄个炭坑无受伤的啦。而且你知影南国伊几岁时阵就入去炭坑啊？对啊，伊上应该有法度通啊出来的，可能爱20岁啊，16、17岁啊吧。上无爱18、20啊，较早迄个年代讲较少年的。我14岁就去做炭坑啊。哦。因为家庭爸爸受伤啊，无人趁钱，啊，我有小弟小妹，还有老母老爸受伤无爱食中药啊。14岁就去帮阮老母做炭坑啊。啊，老爸受伤嘛是因为做炭坑受伤。对。所以讲你就不得不代替老爸出来做。对，就是安尼。所以我14岁才会做炭坑，啊做炭坑都会唔愿啊，唔愿唔则留一寡文史文物，即摆通去做，做矿工文史馆。文书馆。啊，今仔日有问题我就是特别介绍课内边一个树仔的烤，会枯的木头。哦，哎呦，要烤啊啦！多一块茶会烤。我知啦，我去，我捌看。你问，你给我看麦，这是。你敢会拼得出来？这是啥物木？啥物茶？块木。Hinoki。这是。你莫叫做你拼得出来，你讲来。我感觉这个会烤。这个你感觉这个烤？这是啥物茶？因为伊做草的。你会烤？我都皮做大了的，我都想要烤的，做草的。这是相思木。啊，那叫草。这是杉木。这一袋800块，这有啥？应该是这啦，这袋哦。我有这个，你有这，因为较脆啊。哎，啊答案互你去。我来甲看。这三袋，都一袋。到底这三袋，都一袋伊会考呢？咱来看一下答案呢。你莫搞我学。相思木。为什么想休息那会烤？因为炭坑沤入去了，伊的石头圆盘会释放压力，会崩落。啊，崩落一定爱用茶去甲卷起来。啊，你若用一般的茶卷起，挡袂牢，剥掉就断去啊。休息伊本身你看伊的结构非常的密，非常的润。你若
干被盘压下来的时候，它也是会断，受不了它还是会断，但是伊会慢慢断，啊，伊的纤维浸润，断去它不会啪，断到离。相思木在断的过程，它的发出的声响，我们形容它在哭啦。我们要去做炭坑头一工老师傅就跟我讲啊，休息啊，若在好吼，爱命就爱走，你若无爱走吼，恁兜的人永远都爱好啊。所以伊袂随断去，伊就是爱打，对，打，紧走啦，紧走。对，就是在爱叫你紧走，嘿。对，所以你拄则讲，迄茶头是真脆，所以才冻着，迄是唔对。伊是较润，嘿，啊，车梅伊较密安尼，嘿，伊会打，一直紧到尾啊。啊，南哥，你真正有听过伊好诶？我听过哦，阮下面台有一个特别来宾，迄个毛主席啊，伊佫听长国。走互伊入，伊刚才走伤紧，走慢紧就跌掉啊。伊休息好，伊听到一个好，伊就开始走。就是拍电影，你走啊后壁你。对，后壁直直开地来。连面你来甲访问阮迄个毛主席，所以这做炭坑这个一定爱学的啊。哦，但是你有生命之火光啊，生命之光啊。照明灯啊，扣着迄条照明灯，紧走。还有一项物件。哦，来。这是啥物哈？这是阮的瓦斯检测灯啊。最早这把灯啊，这把灯是100年以上的历史哦，这是古董哦，这是古董哦。早期的乌头炭是用火落去乌的，乌瓦斯啊走出来就爆炸就死啊。啊，因为直直爆炸死，将来死人嘛袂使，就伊人去发明这种哦，这带微灯，这个煤油灯点着以后摕去遐，哪行哪入去。瓦斯是无色无味的，你看也无，咱兜的瓦斯是加臭氧剂，臭。爱臭，啊咱。炭矿迄原汁原味的，无味无色的，你行入去拄着瓦斯爆就倒就死啊！所以咱这把火甲点啊多，安那可以行头前。火若熄去，代表内底无空气。火焰若伤悬的时阵，代表这瓦斯超亮。啊，瓦斯超亮超过拄着瓦斯嘛是会爆炸。但是这把火的优点在这里，这一段叫做消焰器，火焰经过这个消焰器出来变成热气，热气不会引爆瓦斯，只有火焰才会引爆瓦斯，所以这一盏又叫做安全瓦斯检测灯。伊爱行咧每一个炭矿工的头前，行上头。对，行头前。咱来到遮做是遮拢无问题，这把甲吊远的，看哪做哪看火。这是真正的古董哦。这真正的古董。几年啊？哦，这100年以上的啦。这100年应该是。我请教一下，咱国外毋是有一个什么叫做金丝雀？金丝雀，嘿，拢会放金丝雀入去批，若味唔对，金丝雀若死伫内底了。迄个较早，迄阮阿公的年代啊，阮阿公还未去拍时阵哦，阮阿公就掠金丝雀，台湾金丝雀无法济啊，掠那赤鸟啊嘛会使，赤鸟啊，甲掠在人仔底吼。就行头前吼，赤鸟内底独居，咱就唔好入去啊。赤鸟伊真敏感，无空气。嘿，赤鸟若死去，你又袂使做啊，你紧走啊。阮阿公拢甲吊远遐，爱做事就开始哪做哪看鸟，讲阿公你足好命的，做事佫会使送鸟，送个屁啦！我看鸟有死，鸟有死我就要紧酸啊啦。迄就是阮的警示灯，鸟啊是阮的警示灯。赞，咱南国的故事真正是讲袂了。哦。你像我做43年的矿工，伊大遮1点钟，你要叫我讲到煞。讲3面3日嘛讲袂了。我你12集啊？哎呀，12集。你爱讲，你爱赢了，因为阮2个会使坐12集。我顶届去到现场的时阵啊，南国甲因朋友的时，哦，迄佫更加讲袂煞。哎，真的。敢若金丝雀。今仔朋友来无？有啊，我连要请阮2个朋友出来。因的故事比我更较济。今摆就爱甲因2个对文史馆讲的比我更较济。今麦就爱欢迎你的腾扣兰好朋友，海外毛主席甲柯大哥，欢迎你。小酒人过来。这叫054看牙死无啉，无啉就袂甘心啊！无啉看牙死无啉，无啉就袂甘心。对，死人就袂啉啊！真可来的兄弟，爱啉烧酒啦。阮在家。毛主席甲柯大哥，哎呦，这道面色哦。这道菜你甲大家介绍一下，伊叫啥物？这道叫做芝麻鸡啦。芝麻鸡，这芝麻鸡。
啊，这红烧麻吼，你外尾食无阮遮才好食哦。红烧麻这大地，你看。哇！看到。哦，这内底阮食会爆浆的呢。哦，爆浆。啊，这都是泡吧。啊，这是阮本地家己饲的猪，乌毛猪的。乌毛是咯诶。本地啊，本地。这嘛高档啊来。高档啊饲的，对，这拢高档啊来的。这猪骹安尼，哦，卤甲安尼才水着。对。水干。哪只？迄是今日要来上公司，就去煮饭遮好。阮较早过年嘛无食遮好。安尼，恁当时会使食着这道安尼。拜拜是。可以怎么就有啊？咱请恁坐嘛。大家跟毛主席欢迎。好意思，这个你游戏可以吸我的。等下，啊，这传车袂少哦，我先讲哦，安啦，我无炸钱哦，讲得出啦，我这个我无要开哦，这套看我，刚刚你边仔坐囡仔，跟你讲，你讲我你讲我比较坐啥？走囡仔，那有这款代志，敢有？你好意思讲怀开？阮就是看你的呢。头哥，这套爱你看我。还出钱无要紧，伊嘛大家都免出，叫阮毛用这张去录一下就好啊。这卡路啊，我这个月赚的，半个月赚的钱，用这去买物件。来好利下用这个好利下来买物件。好利下，你较早工资领收卡，啊，这是你的。每工俩做的赚的钱偌济。啊，你食饭用这付钱。我这后边靠钱啊，后边是靠钱。因此较早就有咧录卡，嘿，因行咧足头前的哦。你嘛就只摕现金的，拢是一张安尼扣啊，无现金啊，你都看现金，用这看就好靠。今仔日大家拢足激动的，拢徛拢买坐咧，徛拢买坐咧哦。太激动了，我确定不是我拿钱啊，大家坐。我甲你讲哦，你真正做12集啦，大家这气氛才好着，敢唔免？我有一个问题，啊，你有啥物休闲活动？拢做啥？食饭啉酒有啊，做炭工，你叫阮毛主席讲看卖，啉烧酒啦，跋筊啦，跋筊就上爽的啊。跋筊？有啊，无你要跋筊要跋一个无？因为你看他人拢会跋因为你咧工课嘛，算是咧甲天公伯咧跋命。你讲咧跋命，这两位大兄吼，当初是伫炭坑内底，一个迄土炭安尼落落来，另外一个甲丢出去，了后两个搁入去，另外一个土炭落落来，另外一个搁甲抛出去，互相救过是毋是安尼？互相我捌救啦。但是伊嘛捌救迄32个，空来火烧空啊。迄天早起哦，我来空口，人打电话起来讲下骹有载人一氧化碳中毒，些倒咧涂骹，你毋是爱落去。我伫空口话，大家关心落来救人。有一个人讲一句话哦，我即晚75岁，迄句话定定拢会医院边仔遐讲的。伊讲安怎？我白遐水念要死内底，结果边仔的人赶快叫落去，因11人拢出来。过一个月以后，有一天我来上班的时阵，人讲啊，昨第4一个，就迄当阵应我话无爱落去的人，迄面拢得甲烂伊。你别想讲即款代志，就讲命运就歹讲的。迄当阵就遐想着，规身躯家母的拢起来。就遐想讲，若迄天若甲阮做阵去救因，无定迄天死的就毋是伊。有福报，若是有去救就有福报。迄天就是雅术，伊在外写就迄写出来就对了。你空来是火烧呀？哦，空来是火烧的，自然花土火，炭会烧起来。啊，火烧你搁入去，无入去，人家拢死啊！啊，你安怎入去？你入去嘛是去烧伊。迄人甲少年个戆啊，无救袂煞，这拢阮兄弟啊，咱疼过咱兄弟，咱无落去救伊，无到时就死来的。我惊伊若无去救你，明仔想要救我，互相啊。互相啊。惊伊无一定是伊呢，明仔搞不好是我呢。啊，我惊伊若无拼命落去救伊，啊，明仔因仔要来救我，想要来救我。所以迄时阵伊火烧的时阵，你甲伊的面头前，你看到迄个状况是啥物？规顶管拢火啊，是顶管，就顶管，牛条顶管规片拢火啊。啊，伊咧，伊伊都涂骹，
已经倒了啊。倒了。迄是伊过灯工透早，但是我咧当值的时阵，有3个监督，一个机电的，4个人因为看到迄个咱的风空的风扇去一路烧起来，紧去甲伊的工人32个工人引导出来。但是伊拄则讲是你已经倒了啊。无，伊迄样阵是过灯工，伊来过来抢救。我按12点外开始救工人了后，对。工人拢出来啊！阮3、4个监督也搁爱拍火啊！迄当阵开始拍火，搁较困难啦。暗时啊开始按12点外一直拼到天光，我就嘛是共款就倒去啊！再来过灯工，你敢冒出去？阮甲救出来，你甲有车管因救出来，无管因送病院啊，因拢走病院啊。阮无着伤的人继续拍火，一直拍火。你甲救出来，可能要拍火，搁落去拍火。拍火又搁拍，毋是讲拍一工了，拍几落，拍几个月，迄火才熄去咧。水转啊点源者，水落来拢烧滚水滚滚来，汤啊生活拢碰把因为。啊，顶晚就烧水，搁落来，搁变烧水，做变烧水，会花甲我恁皮肤拢碰吧。真正是爱救，爱救你去。系啊，哦，系啊。啊，咱即摆看后面这张相片，敢有恁伫内底？有啊，我就没伫。穿迄边啊衫迄领是我。搁倒倒一个？穿边啊衫迄领。头一个，正手边头一个，正手边头一个，有型无？哎呦，即摆看起来较少年，即摆真都较少年咧。引导啊，即摆较少年。而且你拢最爱穿青吼，大家拢穿边啊衫。我就是无伫啊，内底，所以敢若有你伫内底。中迄个我，中迄个，南国咧中，中迄个，5面迄个我。其他的兄弟咧？其他的登去苏州卖啊，两啊。真正对。我的兄弟拢嘛转去啊，拢嘛7、80岁啊，80、6、70岁就转去啊。做炭工你知影哦，逐工拢伫迄空气遐尼歹的所在，过遐粗重，所以无火实际伤啦，啊无伤的就残废啊。像死火偌济咧，像我目睭嘛是安尼啊。那变了喘到要死，啊，坐远的是舒服啦，啊，那变了我就无法度啊，气肺症啊，你未喘气，气肺只能让它不发作，没有办法医治的。我20几岁去看阮一个师傅哦，伊50几岁尔，你看坐，伊无法度倒去困哦，伊坐喺面床顶完老讲，无我未喘气，我要死啊！你喘不要2、3工以后死啊！哦，因为倒了，就倒了，愈未喘气啊，死火症伊哦。无法度，到尾啊，迄几段吼，拢无法度数无空气啦，拢都要靠氧气机啊。哎，我做7年有3摆遐么死内底啊，我嘛互人扛出来啊。就人嘛要救我嘛爱救人。好，你炭坑内底是一款的啊。你讲头拄仔讲有条条是弹那种，用走的，毋是用这个走的，用白的。有伤低啦，因为就低啦，无法度用走的，用白连滚带爬，白倒出来，外头看后壁，规个拢放落来。迄个声音敢是啥物样的声音呢？法国市民迄头主角伫走，后壁轰轰轰滴啦。哎呦，原来这是对啦，迄正个，迄正个看到迄电影，咁要哭出来。就迄当阵走出来，我算好命啊！我走出来，规身躯拢袂叮当啊，拢听到心中伫砰砰砰砰叫，惊到，正经惊到，惊啊袂喘气啊！现今嘛这拢愈歹去啊，拢愈啊破皮。你淡仔咧白，所以你拢无穿衫，所以才拢破皮，拢老血，拢老血。咱今仔日难得相聚。修这英雄的故事。讲一下较欢喜的，较欢喜。这样的啊，我叫你啊，妈啦，你这个。你爱出啦，因为我拄仔看伊哦，伊较赚3000几块尔咧，但是我有好奇啊，你当时阵有家庭啊，结婚，你几岁结婚交女朋友？20岁结婚。啊，你咧？我冇是我骗的。几岁？我27岁结婚，27岁，啊，柯老大你咧？我30岁。靠我结婚。但是迄当阵创康工人娶无某，我老师傅甲讲，
你会娶某某哦。因老爸就讲话，你要叫我做摊工的哦，正经要叫我做摊工，你叫我做摊工，你就定咧换翁啦。结果咧？条件唔敢叫我，无这查某，到19岁开始看唔是办事啊，想变了，甲阮某骗咧。你阿那骗，你是不是都哎呦哎呦跳舞啦？跳舞哦，骗的啊！哎，你第一期呢？第一期诶，第一期你的学这是南国吗？大学长诶，这刚前面那个是我对，前面是你。你是讲迄个背影？迄阵40岁，迄阵已经出来做某啊啦，已经骗好啊啦，骗好啊啦。都安尼约会哦。这位是说啊，就对啊。这跳舞嘛，恁大家对阮看讲的。印象就是爱啉烧酒啦，爱跋筊啦，搁爱上地点啊，啉烧啉茶啦。所以讲我嘛是讲哎，提倡正当的娱乐，拍一个保龄球啦，跳一个舞咧。而且阮咧矿场去成立一个跳舞班，才去地点学跳。提倡正当娱乐啦。学跳舞班的。拄啊想讲，恁矿工一定有家己的歌啊，是不是？唱歌，黑白唱啦，乱唱啦，快乐的工人啦，快乐探功夫啦，望春风啦，拢嘛会使。快乐探功夫你也唱，这条足好听的。哎，我出过6地咧，你6地啥？我6地拢无红咧，我哪可能袂晓唱？你是出过6地？你讲啥？快乐什么夫？快乐的探功夫啊！哎，老师甲我走了呀！安怎要唱好不好？哎，这会哈，这会。现在我跳无前奏啊哈，你看，可以咱两人，自细汉就来做着摊功夫，身上的计划就是一只草人，自早起就来山顶倒甲天尾乌，Good day，Good day，再 Good day。顾着咱的幸福，顾着咱幸福，也会过来想，也会过来想。可以咱两人，有时就真快乐的看功夫。富贵，阮无希望。无限的梦想就是咱的家庭，为着，都是为着。啊，咱两人公平一时打拼做工，打拼来做工。你唱，也会过来笑，也会过来笑，啊，也会过来笑，哦，也会过来笑。真赞啊！大家拢在讲，你是哪行的？你出6地，重点是拢无红。今麦开始啊！对啊，一定红。那你听到南国的故事，毛主席啊，柯大哥，恁三个故事，我感觉足感动呢。我感觉上我感动就是讲吼，你讲因是痛苦咱的好兄弟啊，其实因嘛是呢互相的救命恩情人。所以讲这款的感情，绝对唔是讲有法度用言语来形容的。袂使用言语，但是你会使用心态票。心态票，来，我提出来录。对，你爱录者，你现金，现金小可赞助。咱去交通啊文史馆，好，唔免赞助，唔免金钱，精神来加支持。各位观众朋友啊，你若是有看到这集是你的福气，好不？大家做伙来交档啊！交档。